橄榄树喺西方人讲系生命之树，因为几头树嘅路系保护，也被韩国果子、盐甚至树根都有特别的保强功效。台湾橄榄种嘅面积差不多269公顷，南头屯台东加红来都降为60。不过全国唯一专业经营嘅橄榄sản銷班，沙提新竹寶山，同時成立備會30年呢。一個產銷班唔單止做出幾多種口味嘅橄欖鹹酸甜，還長期研發創新橄欖嘅用途。同時產銷班培育出的橄欖數量嘅最少賣出的40萬頭哦，賣到全台各地，同寶山打造咗橄欖王國。大多個葉的橄欖樹露喺太魯順，深葉係橄欖採樹的規件，農民喺橄欖樹下鋪一層布嘅準備來採樹。原則上來講的話，我們打橄欖跟一般採收水果是不一樣的。好，因為橄欖它採收的時候，為了方便採收，我們要鋪一塊布在地上，這樣才會方便我們採收。這樣子。農民拿出竹竿，屯橄欖靠下來。路衝係落嘅一場橄欖葉，看起來怪貼片。那我們打橄欖的時候，原則是打果實的前面的樹枝，這樣敲的話比較不會打傷那個橄欖的果實。採收橄欖的時節啦，主要是講天氣瀑布的嘛，瀑布的哈，迄講加強電的時候，下背所以攪起來咁樣嘅，韓國比如講大海石頭一條硬嘅鋪到，繼續係以樹葉俾落去，免當嗰樣瀑布嘅，按靠嘅時候盡量冇靠到橄欖，冇靠到橄欖，按樣嘅時候嘅橄欖採收都會好完整係。橄欖樹做得應季生長，唔是噴農藥，係個適合有機生態栽培嘅作物。不過打果子是係無咁簡單，一條橄欖樹要種12年卡架，能為開花；16年卡架，能為正常打果子。橄欖嘅產量目前也唔係講千多一條會大大到200-300斤多。平均起來有50-60斤的、780斤的兩鴨嘅平均太細頭嘅平均新竹縣寶山鄉係台灣種橄欖最美食嘅所在，大概有3萬頭卡架。民國73年成立全台灣唯一專業經營橄欖嘅產銷班，28年幾來，如搶也一般嘅無匹嘅嘢。不過對產銷班培育賣出嘅橄欖數量嘅，起碼有40萬頭，喺台灣各地種出。寶山農會橄欖產銷班天有發揚，天有品種改良，還有推廣。因為當時橄欖係愛親身來參加來發揚，來品種改良，還有來推廣嘅。所以做到了有按個少少嘅講係面積有少少嘅成就寶山會變做橄欖王國，產銷班總集中期扮演關鍵的角色，係幕後青蔥油的人，伊同橄欖的關係是係愛對從細講起。從細是到橄欖樹人講生長太起來，以前你冇乜好食所以有時撞牛不過喊都是橄欖樹營養會跌下來嘅橄欖樹，四本果差唔多，都是拿個彈弓去殺到來跌下來就是營養的事，所以我係食橄欖睇來。農派醫療目前普遍的時節，原生的橄欖樹，韓國係配各種下嘅保健百寶箱。以前的人是拿橄欖來保養身體嘛，胃痛心痔瘡發炎全部是橄欖根冇是橄欖來煮食得到。所以呢，發育唔會太啦，要食橄欖來煮水。所以發育清潔。
摘下來嘅橄欖果子，保存期限短，水路愛加工，能為遲。加工做橄欖，起碼愛2到3日，能做成入味。寶山產銷班開發嚟旗下種口味嘅加工橄欖，會受到消費者嘅歡迎。全部都好吃。好吃是一定好吃的啦。买很多种口味耶。这每一种口味吃起来都不太一样，每个人喜欢的不太一样，所以就要多买一点。橄欖醋嘅滷做鹹酸甜，產銷班韓國囤橄欖嘅葉尾、根、韓國根，仲可以拿來開發使用。連嘅橄欖茶、高漿嘅橄欖油、保鮮嘅橄欖粉，仲可以旅遊。橄欖啊，係種在山當過嘛，其實冇瀉藥嘅，也冇用皮料，所以標準嘅有機嘅東西，所以類似拿嚟做緊嘅橄欖粉啊、橄欖茶啦。橄欖油啦，對身體啊保養真好。用橄欖籽啦、橄欖葉嘅去提煉出來嘅橄欖油，對個皮膚真好。也全台灣冇人做，也全世界冇人做。是嚟寶山嘅橄欖產銷班有做。也喺台灣人上生產嘅橄欖，但是陸送到寶山進行加工運用。這些橄欖都為寶山人嘅屬口，開發出韓國多種嘅用途，嚟變作為寶山嘅綠寶沙。